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为2821.06平方公里。保护区成立至今，始终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切实推动生物资源保护，使保护区内野生动植物的数量和分布范围逐年增加。刚刚结束的19届五中全会上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更加坚定了白马雪山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决心。在白马雪山保护区区综共站点，工作人员又到了每年11月份收集红外线照相机资料的时候。这些用来监测保护区内动物活动的相机是半年前分布下去的。今天我们大概的看了哈，在这个红外线机里面，我们看到的动物还是比较多，比如海熊、狼，然后是水鹿，特别是水鹿是在这一条沿线上是以前是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但最近2年是已经好几次在这个红外线机里面出现了，说明这个水鹿是已经慢慢的活动范围延伸到这个区域了。现在是山上到处都能看得见这些动物，说明现在生态保护的比较完整了嘛，意思是。最近刚刚结束那个19届五中全会里面，我们也看到，国家对这个生态文明建设这方面是越来越重视。我作为一个自然保护区的工作者，感到很欣慰。今后我们一定会把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呢，青山绿水守护好，造福子孙后代。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以来，通过社区共管的方式，让社区内的老百姓从狩猎者变成护侯员，从砍伐者变成护林员。护林员日常的主要工作就是参与巡山护林，监测保护区里的动植物，救助受伤的野生动物。每位护林员每年都有2万元的收入。通过保护区工作人员和社区老百姓的共同努力，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工作卓有成效。保护区内不断监测到新的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滇金丝猴从成立初期有500余只，目前监测统计已增至近2700只。其他国家1、2级保护哺乳动物、鸟类和植物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加。目前，保护区监测到特有植物883种，哺乳动物100种，鸟类371种，数量均居全省保护区前列。这个19届五中全会明确地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实际上，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今后我们仍然有很多方面的工作需要做。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打造一个全国一流的研学基地，就是其全国的最好的科研机构和这个一些高校到白马雪山来开展这个科研工作，进一步呢提升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工作。第二个方面是我们要打造一个全国一流的自然教育基地，全国的公众都能来到白马雪山体验自然、了解自然、感知自然，最终呢参与到我们这个自然保护工作当中来。第三件事就是我们要打造这个全国最好的社区公关工作，让我们白马雪山周边以及保护区内的每个村庄都有一个规划，按照这个规划一件一件的桩落实，让老百姓真正的感受到生活质量的不断的提升，让他们感受到参与自然保护工作是切实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同时也让他们感受到这个参与度、获得感、幸福感，最终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良好的局面。